行入大館檢閱廣場嗰時，成個天好似俾光浸滿，營房大樓外牆忽然變成一個識呼吸嘅舞池。電子節奏沿住牆身反彈，牆身投影出跳舞者嘅光影，嗰啲舞姿全部都融咗入去建築物入面。光雕繪本嘅節奏溫柔好多，佢唔係急住演嘢，而係將畫面好似水咁慢慢流，慢慢講故事。呢啲光雕係由一班後生創作者創作出嚟，每條線每次漸變，都係佢哋用自己語言去摸索。關於海嘅故事，牆身變成海面色，波紋用一層透明嘅光畫出嚟，好似邊個喺度記錄一段海港記憶。節奏一聲推高，牆上嘅光即刻變成大片色塊，粉紅撞靛藍，金黃拖住紫影，好搶眼。
啲光影係咁湧埋嚟，身體反而靜止，心入面得一個諗法，呢一秒係要用眼睇，唔影得相。忽然意識到，大館唔再係歷史建築，而係一個打開嘅容器，容得下以前嘅舞池同埋而家嘅創作。